喺我哋學校規定咗每個人至少要參加一個社團活動，但係我哋3個人因為唔同嘅理由，同人都有啲格格不入。最後老師准許我哋自己成立一個社團。我哋為呢個社團揾到一個大家都同意嘅題目。社團成立咗，至少要整一本專項，亦都因為咁要揾呢個研究專題。我提出研究香港人魚傳說，大家都冇反對。西方歷史上最出名嘅半人魚生物，當然就係安徒生嘅人魚公主啦。喺呢個之前，有希臘神話入面嘅海妖賽蓮，出名嘅日本河童，亦都算係東方嘅人魚傳說。而喺香港亦都有咁嘅傳說㗎。盧亭，一個於香港大澳同珠海萬山群島一帶出沒嘅神秘族群。據廣東新語記載，有盧亭者，新安大嶼山與南亭觸沒老萬山多有之，其長如人，有鬢毛，見人則驚仆入水，往往隨波飄至，人以為怪。至於佢嘅來歷，就係講返東晉末年喺中國史上紛亂黑暗嘅時代，盧亭身為名媛之後，但就反抗朝廷，曾統有廣州一帶，最後卻兵敗投水而死。盧循嘅部下流落喺廣東沿海，漸漸變成海生嘅人類。但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傳說啫。我哋嚟大澳唔單止係為咗追尋呢個傳說。盧循嘅部下化做半人半魚，咁唔係好精彩咩？人都可以進化㗎喎。真係啊！你講嘅呢種進化呢，至少都要8萬年以上先會出現。東晉到而家只不過係千幾年咋，冇可能噶啦。算啦，上網求其 copy 啲嘢落嚟，交咗佢咪算咯，使乜咁認真啊？喂，阿日啊，咁樣好似唔係太好喎，會唔會俾人踢爆㗎？喂，有咩唔得啫？其實我哋呢啲社團啊，做咩都冇人 care 噶啦，你哋使乜咁認真啊？歐陽日同學，你做事咁求其，唔怪得冇同學同你一組啦。真嚟出飯，我有你哋2個朋友夠晒啦。誒，等陣，呢個幾有意思喎。大澳李國民先生於1989年受訪談盧亭世代相傳的傳說。李國民呢個名喺唔少 search engine 咧都出現過。佢喺89年嘅訪問之中提及盧亭。但係而家已經揾唔到佢當年嘅訪問原文啦，只係留低咗零星嘅片段。因為咁，我哋3個人夏珍妮、卓凡同歐陽日決定親自去拜訪一次李國民先生，取得一手嘅資料，亦都可以趁機去大澳玩下。透過大澳居民嘅介紹，李先生答應咗我哋嘅訪談要求，睇嚟係一位親切和善嘅大叔。咦，行錯路喎！哎呀，救命啊！熱死我啦！揾唔到啊，放棄啦！阿日真嚟，路在口邊啊！阿凡，果然你係靠樣揾食㗎。辛苦啦，仲以為你哋揾唔到添。百越族係指華南越地嘅百越族原住民。喺新石器時代，呢個民族最有代表性嘅文物就係幾何印紋圖。佢哋一個崇拜龍同蛙圖騰嘅部族，有紋身嘅習俗，生活喺水鄉，自比係龍嘅子孫。所謂嘅斷髮紋身，就係截短頭髮，身似花紋，以避水中蛟龍之害，同中原人大有分別。喺漢以後，百越呢個名就唔見喺史在，越族嘅名都十分罕見。可以想象，農耕嘅漢族同依水而居嘅百越族相爭，過程係非常之殘酷。有一種講法，遍及兩大洋嘅南島居民，直接源於中國大陸嘅百越民族。如果呢個係事實，大部分嘅百越人向大海進發，係咪可能有一啲遺民被少見多怪嘅農民
形容成半海生嘅人類呢？哥仔，你聽乜啊？裏面係我隻狗，佢有啲皮膚病，唔能夠曬太陽，所以我鎖住佢咯。哦，係啊，好啦，我哋行啦。收穫都唔錯啊。歐陽日，你諗緊咩啊？我喺度諗呢，點解呢個古仔呢冇色情同暴力嘅呢？你諗埋啲咁嘅嘢？喂，我唔係講笑㗎，大家諗下，80年代又冇 internet 喎，share 啲文字唔係咁容易㗎嘛。李國民嘅講法都幾得意嘅，不過冇堅力咯，邊會有咁多人 share 啊？如果要引人注意嘅話，唔係通常都係靠色情同暴力嘅咩？歐陽日，我要舉報你吸煙。嗱，呢我已經戒緊煙㗎啦。呢支係我今日最後一支。阿日嘅言問好有道理，我都好奇究竟係啲乜嘢令到李國民嘅文章咁受到重視，但係查過好多嘅剪報，仍然都揾唔到李國民訪問嘅原文。海人魚，狀如人，眉目口鼻手足皆為美麗女子，無不驅足，皮肉白如玉，灌小酒便如桃花，髮如馬尾，長5、6尺，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。臨海關寡多取樣辭沼，交合之際少不異人。古代漁夫嘅傳說裏面，半魚半人嘅生物唔單止係怪物，亦投射咗性慾嘅想像。故事嘅真相或者比百越嘅戰爭故事更加殘酷。點解描述呢啲半人魚群族嘅時候，要強調佢哋嘅生殖器與一般男女無異呢？呢啲故仔背後隱藏嘅係古人嘅幻想同慾望，或者其中都有事實嘅部分。我哋村裏面都有一條傳聞，據講明朝嘅時候有一個窮漁夫，呢個人嘅性格孤僻，離群索居，同其他嘅村民極少交往，亦都冇娶妻。有一日，村裏面嘅人嚟探望佢，隱約見到窮漁夫同個女子交合。有人就向鄉中嘅父老報告，喺古代，父老係鄉村社會中嘅領導階層，同地方行政關係密切。有一個獨身嘅男子突然有咗性伴侶，亦都係影響地方道德嘅事。因此，地方長老帶咗隨從去探視，但係發現漁夫嘅家被火燒毀。喺燒毀嘅房屋裏面，出現咗一條只有半身嘅遺體。長老大驚，將佢帶到縣官處審問。你老老實實講，嗰個人係何等人？何以會死喺你嘅家中？回大人，嗰個唔係人啊，係我捉到嘅盧亭。喺古代一條半封閉嘅村落，冇原告，亦都冇乜人會在乎被告，最終亦都冇追究落去。但喺好多年後，佢喺酒後同個朋友講：你問我盧亭生成點啊？嗰啲全部都係我作出嚟嘅咋。嗰個其實係個女人啊，係老子喺海上面拐嚟嘅女人啊。總算喺一堆最舊嘅剪報入邊揾到李國民嘅原文，原來係古代版禁室培育加殺人分屍，唔怪得搞到咁有市場啦。盧亭傳說竟然係一個變態漁夫嘅謊言，真係出人意表啊！古怪，係乜嘢令到李國民面對我哋嗰陣時改變佢嘅講法呢？去問問佢咯。
日唔喺屋企喎，都怪你啦，歐陽日，叫我唔好打俾佢先。佢話個入面係隻狗嚟嘅喎，係狗點會識打拍子啊？係人嚟㗎。嗰個被困嘅女人係同僱主霎氣之後離家出走嘅外傭。李國民收留咗佢，冇幾耐，好事變成壞事，反而將佢囚禁凌虐。李國民大概係意會到呢個行為同埋傳說嘅漁夫何其相似啦。可能佢係因為面對唔到咁樣嘅自己，所以佢先喺講古仔嘅時候刻意刪咗嗰一段。由古至今，人嘅心都係一樣，喺受到引誘嘅時候，要令到善良嘅人墮落，又係何其容易。或者呢個就係我哋今次考察入邊最大嘅體會啦。